腓立比书第3章，兄弟姊妹啊，总讲，你哋要因为同主结连来欢喜。我将这条话再写俾你哋，对我系无麻烦，对你哋也系妥当。你哋要提防嗰條作惡嘅人，嗰條父權教黨，就是嗰條堅持愛割自家身體嘅人。其實接受真割禮嘅唔係佢哋，係我哋，因為我哋係通過上帝嘅靈來敬拜，所誇口嘅係基督耶穌，唔係依靠外表嘅禮儀。其實我也做得靠外表嘅禮儀，那係有人鬧到佢做得靠外表嘅禮儀，我還卡做得按樣做。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禮，我生來就是以色列人，屬便雅憫基礎，係血統純正嘅希伯來人。對遵守猶太教教規律點來講，我係屬法利賽派；對熱心來講，我是迫害教會；對遵守法律就算係義來講，我無乜嘅好本人接批嘅。總係頭擺我認為有利益嘅一切，掠下為到基督嘅緣故，我全部看作係損害。唔但像咁樣，我堅將萬事攏總看作損害，因為我看認識我嘅主基督耶穌做最寶貴嘅，所以我將一切盡做垃圾廢鐵，為到愛得到基督，完全同佢結連。我所有嘅唔係自家對屬法律來得到嘅義，係通過信基督所領受嘅義。呢個義係憑信心對上帝來領受嘅。我一切所盼望嘅，就係認識基督，體驗佢復活嘅能力，分擔佢嘅苦難，效法佢嘅死。希望對咁樣，我自家也會對死復活。呢唔係講我已經成功，也係已經完全咧。我繼續建造，愛得到嘅獎賞。其實為到愛本我達成呢個目標，基督耶穌已經先使我歸屬佢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唔敢講我已經得到嘅獎賞，我只有專心一件事，就係唔記得後輩，全力追求頭前嘅事。我向目標切切建造，為到愛得到獎賞。呢獎賞就係屬天嘅新生命，係上帝通過基督耶穌付上我去領受嘅。所以我哋中間所有靈性成熟嘅人，全部要有呢種嘅心智，那係你哋有不一樣嘅看法，上帝也會清清楚楚指示你哋。無論樣辦，我哋要照我哋一旦所遵守嘅規矩向前行。兄弟姊妹啊，你哋要繼續效法我哋已經為你哋做榜樣，你哋要認真學嗰條效法我哋嘅人。我已經勸你哋好多擺，呢下我留目子，再一擺勸話你哋。有啲人嘅行為，使佢哋上咗基督十字架嘅主題，佢哋嘅結局係滅亡，因為佢哋嘅神就係自家嘅獨事，佢哋拿自家堅守嘅事來誇口，所想嘅冇一項唔係世間嘅事。總係我哋係天堂嘅公民，我哋一心等候我哋嘅救主，就係主耶穌基督對天堂降臨。佢要用使萬有歸服佢嘅能力，來改變我哋軟弱敗死嘅身體，本我哋同佢同樣有陽光嘅身體。